一句技師引爆嘅象棋王朝大崩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中國體育界嘅世紀大醜聞，真係荒謬到你以為係我老作，但佢偏偏係真嘅。呢個故事係關於一個最講求君子風範、最強調智慧同道德嘅國粹。中國象棋點樣因為一場低級嘅網絡罵戰，搞到成個王朝崩塌，面都丟盡。中國象棋喺華人文化入面地位真係高到不得了。佢唔單止係一個遊戲，佢係智慧嘅象徵，係謀略嘅競技。喺香港嘅公園仔，喺世界各地嘅唐人街社區中心，棋盤一開，棋子啪啪聲一撞，你聽到嘅唔係噪音，係幾千年嘅傳統喺度回響。個棋盤上嗰條楚河漢界唔單止係條紅線，佢係古代戰場嘅縮影，係幾千年嘅歷史同道德嘅體現。我哋細個都聽過，行棋就好似做人，要講策略，講耐心，最重要係講君子風範。古人話，觀棋不語真君子，意思係睇人哋落棋，你唔好出聲，唔好影響人哋判斷，尊重對手。呢個形象本來係完美到好似一座廟宇咁莊嚴神聖，但係我今日要同你哋講，呢座廟塌咗，唔單止塌咗，係碎到一地都係，再俾人發現入面啲神像，原來全部都係收咗錢打假波嘅老千嚟嘅，一場史無前例嘅超級大醜聞。佢個花名叫錄音門，就好似一場10級地震咁，掃過成個中國象棋界。風暴中心嗰個，你哋一定聽過佢大名，佢就係被譽為外星人嘅王天一。呢個人係百年難得一遇嘅天才，佢靠住超乎常人嘅腦袋喺棋壇上面呼風喚雨，全國第一霸咗足足10年。佢嘅存在就係象棋界嘅神話，係教科書級別嘅偶像。但係而家佢收皮啦，所有榮譽俾人剝奪，職業生涯玩完，直頭係判咗刑，變成階下囚。你可能會諗，咁大單嘢，一定係一場警方嘅高科技臥底行動啦，一定係高智商嘅驚天大陰謀啦。錯，呢場導致幾十個大師終身禁賽，甚至要坐監嘅大崩塌，佢嘅源頭竟然係兩條友喺網絡直播入面，一句微不足道、極度低級嘅互相辱罵。係啊，一句嘴賤嘅嘲諷，就好似扯咗條絲線，然後扯咗個核彈切咁，搞到成個中國象棋王朝由內而外炸到稀巴爛。呢個故事荒謬到足以改編做一套諷刺喜劇，但佢係真嘅。成件事嘅荒謬始於2023年3月15號嘅一個夜晚。嗰晚，兩個頂級棋手王天一同郝繼超，好似好多網紅咁，各自開緊直播。當時嘅氣氛本來係輕鬆嘅，大家吹下水，行下棋，同啲粉絲互動下。王天一呢個人，佢嘅天才係毋庸置疑嘅，但可能就係因為佢太天才，所以有種目空一切嘅傲慢。佢喺直播入面可能係想帶動下氣氛，又或者係真係嘴賤。佢開咗個玩笑，叫郝繼超做郝技師。技師呢個詞喺佢哋個圈子入面係帶有強烈嘅貶義同影射。佢唔單止係暗串郝繼超成日去按摩院，係影射緊更唔正經嘅事，係喺道德層面上面侮辱緊對方。你諗下，王天一係咩身份？佢係全國第一，係萬人追捧嘅外星人。佢嘅一句戲謔喺網上嘅影響力係幾咁大？佢嘅粉絲好似聽到指令咁，即刻湧去郝繼超嘅直播間。果然幾分鐘之內，郝繼超嗰邊嘅直播聊天室就俾人刷爆啦。郝技師、技師，一堆人排住隊咁恥笑，跟風侮辱。郝繼超睇住自己嘅直播人氣由正常討論變成大規模嘅網絡欺凌，佢嘅面子、佢嘅尊嚴喺嗰一刻係俾王天一用一句話摧毀咗。郝繼超當然唔忿氣啦，佢嘅憤怒已經燒到上腦，佢決定反擊，唔單止要反擊，仲要用最粗俗、最惡毒嘅方式，
直接人身攻擊埋黃天一嘅私人生活。佢開咗一個更加唔入流嘅玩笑，佢話願意為黃天一嘅女朋友提供服務。哇！喺華人社會，呢個係咩程度嘅侮辱？呢個係直接踐踏人哋嘅人格同埋家屬嘅尊嚴。呢個舉動已經遠遠超出咗一般嘅網絡嘴炮，直頭係帶有刑事威脅嘅成分。黃天一嘅女朋友同時都係佢嘅助理，佢睇到嗰啲留言嬲到震，佢冇猶豫即刻報警。呢個報警決定係成個事件嘅轉捩點，善嘢已經由網民花生變咗法律事件。中國象棋協會焗住要介入，佢哋對郝繼超做出懲罰，禁賽1年。郝繼超覺得黐線，我不過係反擊一句粗口啫，你罰我停賽1年，點解黃天一開惡毒玩笑就冇事？呢個判罰係極度唔公平，直頭係權力嘅公報私仇。佢嘅怒火由報復黃天一升級到報復成個體制，佢決定要攬炒。佢喺憤怒同復仇嘅驅使之下，秘密錄低咗一通關鍵電話。佢嘅目的已經唔單止係拉黃天一落水，佢係要用最震撼嘅方式揭露成個象棋界由內到外腐敗到骨子裏嘅體系。一場由2句嘴戰開始嘅網絡罵戰，就咁點燃咗整個象棋王朝嘅炸藥庫。當郝繼超將佢手上嘅錄音文件向相關部門甚至係公眾發放之後，一場地動山搖嘅調查就開始咗。你哋可能以為查出嚟咪1-2個害群之馬咯，但調查結果一出，震驚到連官方自己都講唔出聲。呢個唔係個別事件，而係一個根深蒂固、習以為常嘅腐敗體系。媒體報道引用嘅估計數字真係令人毛骨悚然，高達80%。喺嗰個時間點，中國最頂尖嗰班棋手有80%都曾經參與過操控比賽、打假波。80%啊，各位，即係話你過去10年睇過嘅每一場被吹捧為世紀對決、天才之戰嘅比賽，背後都可能係一場場由金錢決定結果嘅鬧劇。呢個比例已經唔係行業醜聞，佢係系統性癌變。咁點解會咁？點解一班已經被光環籠罩、收入豐厚嘅頂尖棋手要冒咁大風險去搞呢啲嘢？答案就係嗰個令佢哋又愛又恨嘅數字——等級分。你哋可以將等級分理解為象棋界嘅生命線，佢唔單止係技術指標，佢係你嘅身份證，係你嘅飯碗，係你嘅尊嚴。呢個系統嘅運作方式製造咗巨大嘅生存壓力，你嘅等級分越高，你就越脆弱。你高高在上，一旦輸俾等級低嘅對手，或者就算係和棋，你扣嘅分就會好恐怖。你諗下，喺香港呢個咁競爭激烈嘅社會，我哋都知道贏家通吃嘅法則。喺象棋界，你嘅積分直接決定咗你嘅收入同埋你嘅身價，你嘅排名決定咗你喺職業聯賽嘅年薪，決定咗你係咪有資格被邀請去參加嗰啲高額獎金嘅賽事，仲有最重要嘅贊助費同埋簽約費。頂尖棋手，例如黃天一，年收入輕鬆過70萬人民幣，如果加上贊助同出場費，隨時過百萬港紙。呢筆錢係支撐佢哋豪華生活、保持天才形象嘅基礎。所以佢哋嘅每一場比賽都唔係行棋咁簡單，係一場保住飯碗、保住身家嘅戰鬥。呢種壓力就好似將香港人嘅樓價綁喺佢哋個 L 分數上面咁，跌一格，你個身家可能隨時縮筍，你條命仔都凍過水。喺呢種壓力之下，一個漏洞百出嘅排名系統，自然就變成咗黑市。等級分變咗可以買賣、可以交易嘅腐敗貨幣。造假嘅模式係點？低分買分，一個低排名嘅棋手俾錢高排名嘅對手，叫佢喺關鍵時刻放水，俾個和棋或者甚至輸俾佢。低分棋手就可以用錢買到分數，升級排名。高分買保險，高分棋手俾錢低分棋手，要求對方輸得順理成章。
佢哋係用錢買保險，保證自己唔會因為意外輸期，而導致嗰啲致命性嘅積分損失。而黃天一呢單嘢嘅金額係大到嚇死人，佢被控涉嫌在比賽中買賣比賽以操縱結果。據稱，佢與經紀人涉及嘅買期金額累計超過80萬人民幣。呢個數字已經唔係普通嘅打假波咁簡單，係一個精心策劃嘅犯罪集團。黃天一喺法庭上面嘅供詞坦白到令人心寒，佢承認參與賄賂同操控比賽係為咗維持排名並接受贊助商嘅額外報酬。佢用赤裸裸嘅金錢邏輯解釋咗自己點解會犯罪。呢種行為，與其話係純粹嘅貪婪，不如話係一種被逼出嚟嘅自我保護機制。佢哋係被一個過度競爭、過度依賴單一指標嘅體制逼到走投無路，最終選擇咗以黑制黑。講返黃天一呢個外星人，佢嘅故事真係令人唏噓。佢曾經係中國象棋界最光芒萬丈嘅存在，但佢嘅完美最終變成佢嘅原罪。佢嘅棋藝充滿創造力，但又極度精準，好似一個被設計好嘅機器人咁。佢16歲就成為特級大師，北京大學畢業，出身又好，形象又正面。佢嘅開局好似佢最出名嘅一種招式，用大炮直接攻中心兵。呢個喺傳統理論入面係好高風險嘅招數，但佢總係可以將風險化解，將侵略性轉化為優勢。佢嘅思路比傳統棋手快幾個 level， 所以先有天外飛仙呢個稱號。但係正正因為佢太完美，懷疑嘅聲音從來都冇停止過。喺現代象棋界，最大嘅威脅唔係人類對手，而係電腦軟件。頂級嘅 AI 軟件，佢嘅棋藝已經高到人類無法企及。如果有人可以喺比賽入面用軟件輔助，佢就係無敵嘅。多年嚟，黃天一嘅對手，例如孫雍正，就公開質疑佢作弊。佢哋話黃天一嘅棋步喺關鍵時刻嘅選擇，完美到不是人類所能做到。佢嘅精準度已經超越咗人類嘅極限。直頭係 AI 級別嘅穩定性。而今次醜聞最恐怖嘅傳聞係乜嘢？就係佢被懷疑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例如使用撞喺身體部位嘅鋼珠，以摩爾斯電碼嘅方式傳遞 AI 軟件嘅最佳指示。你聽清楚啊，藏鋼珠用摩爾斯電碼，呢個已經唔係行棋，呢個係特務片情節啊！如果傳聞屬實，呢個行為嘅精密程度係需要極高嘅智商同埋極度嘅心理素質先可以做到。呢個再次證明咗黃天一嘅高智商最終用喺咗犯罪上面。一個天才用10年時間建立嘅神話，背後原來係用虛假、金錢交易同埋極端嘅高科技作弊堆砌出嚟嘅。呢個係對所有信奉努力同天賦嘅人一個極度沉重嘅打擊。當醜聞爆發嗰陣，黃天一喺佢嘅微博上面發咗嗰條尼采嘅名言：當你凝視深淵嘅時候，深淵亦正在凝視你。呢句嘢其實係佢最真實嘅寫照。佢知道自己踩咗入深淵，佢知道自己嘅完美只係一個謊言。佢選擇咗用最骯髒嘅手段去保住佢最光彩嘅地位。最終嘅結局我哋都見到，終身禁賽，所有榮譽剝奪，判處監禁。一個曾經嘅天才，中國象棋界嘅光芒，就咁自己一手摧毀咗自己嘅人生。佢嘅落證明咗，無論你個腦有幾聰明，你都敵唔過人性同體制嘅黑暗面。呢場錄音門引發嘅調查結果係一次真正嘅大清洗。佢哋發現嘅唔係幾隻害群之馬，而係一個根深蒂固嘅腐敗體系。其結果係乜？係中國象棋界嘅最頂尖人才遭遇咗史無前例嘅團滅。呢個懲罰真係斬立決級別嘅，從體育界同埋法律層面將佢哋嘅人生徹底摧毀。官方公嘅名單有41人。
呢個數字已經係特級大師同埋一線大師嘅主要陣容。最嚴厲嘅判罰係針對幾個巨星級人物：黃天一、王若飛、趙欣欣、鄭維通、黃洋呢班曾經呼風喚雨、代表國家門面嘅特級大師，全部終身禁賽。終身禁賽係乜嘢概念？即係你窮盡一生心血去鑽研嘅技能，你嘅飯碗，你嘅身份，你嘅一切，一鋪清袋，你以後連喺比賽入面出現嘅資格都冇。喺呢個界別，你直頭係被抹殺咗。呢單嘢唔係內部處分咁簡單。有6位特級大師：黃天一、趙欣欣、洪志、徐超、謝京同王若飛，因為受賄、操縱比賽等罪名，正式俾人送上法庭，判處監禁。你聽清楚啊，係入冊。一個天才棋手，本來應該係國家英雄，而家要喺監獄入面數日子。呢個落差真係慘過睇電影。曾經定義中國象棋黃金10年嘅冠軍們，就咁喺一夜之間煙消雲散。棋壇嘅頂層留低咗一個巨大嘅真空。你話要幾耐先可以填補返呢個空位？5年、10年，定係根本冇可能？喺呢單轟動嘅醜聞入面，有2個人嘅角色真係充滿咗極致嘅黑色幽默。第一個係將所有嘢公諸於世嘅老英雄柳大華。當郝繼超嘅錄音爆咗出嚟，象棋協會仲想內部搞掂，即係想收埋佢。喺呢個關鍵時刻，73歲嘅柳大華，一個真正老一輩嘅象棋王、資深特級大師，做咗一個石破天驚嘅決定，佢要實名公開譴責。柳大華呢個舉動係咩？係大義滅親啊！佢用佢70幾年嘅名譽，為咗維護象棋嘅精神潔淨，同整個權力體制對抗。佢公開指控，矛頭直指象棋管理中心嘅高官郭立平，話佢長期以來庇護和容忍中國象棋界的黑暗邪惡勢力，公然利用電腦軟件和現代技術操縱和控制國內各種重大比賽的結果和獎金分配。柳大華嘅指控證明咗呢個唔單止係棋手嘅問題，係管理層面嘅腐敗。佢係一個時代嘅良心，一個企出嚟捍衛傳統理想嘅老人家。但係高潮嚟啦，柳大華嘅指控係由佢嘅學生黨飛協助完成嘅。黨飛作為一個年輕嘅棋手，幫自己嘅老師收集證據、整理材料，佢嘅形象本來係一個正義使者。點知調查結果出嚟，所有人嘅眼鏡都跌落地。作為主要舉報人之一嘅黨飛，自己都係打假波嘅參與者，佢最終被判禁賽3年。佢一邊揭露緊腐敗，一邊自己又做緊腐敗嘅嘢。呢個細節真係一個完美嘅黑色幽默。一個想清理污糟嘢嘅人，原來自己隻手都係污糟嘅。佢嘅故事有力地象徵住呢個腐敗已經深到連想救返個圈子嘅人都已經被體制所污染。呢場錄音門醜聞對中國象棋運動嚟講係一次痛苦但必要嘅排毒過程。佢深刻地背叛咗象棋所蘊含嘅文化精髓、策略、耐心同埋觀棋不語真君子嘅理念。整整一代冠軍嘅落，無疑係沉重嘅打擊。但呢場公開嘅大崩盤，迫使成個行業正視佢哋長期以來忽視嘅系統性問題。我哋一直相信天才嘅勝利係靠佢哋超凡嘅腦袋同埋刻苦嘅努力，但黃天一嘅故事話俾我哋知，當體制扭曲到一個點，即使係最聰明嘅人，都會選擇用最卑鄙嘅手段去維持佢嘅光環。事件過後，改革嘅重心必須擺返喺首位，例如要點樣加強對年輕棋手嘅法律同道德教育。呢班天才，佢哋可能喺棋盤上無敵，但喺棋盤以外，佢哋對法律、對商業道德可能係一竅不通。當佢哋突然面對巨大嘅金錢誘惑，佢哋好容易就會行差踏錯。呢項運動嘅公正性已經俾人摧毀咗，最偉大球員嘅聲譽都已經蕩然無存。
當一個文化嘅英雄傳部落，一個文化要點樣先可以重建反公眾對呢項運動，甚至係對天才呢個概念本身嘅信任呢？呢個問題可能係未來10年中國象棋界都要面對嘅難題。佢提醒我哋所有人，無論你嘅天賦有幾高，都必須守正，唔好忘記君子風範呢個祖訓。如果唔能夠徹底清理，如果只係做表面功夫，咁象棋就真係由國粹變咗國粹啦。好，各位觀眾，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請記得訂閱同點讚，我哋下次見。